先再跟上車嘅。咁但係坊間嘅遙控器太多啦，我哋不能一概而論。係咯，我只係答到俾你。如果我哋自己試咧，卡土嘅 H boost 嘅遙控咧，佢擰到某一個位咧，架車可以成點得得嚟。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咁我哋 Analog 咧，除咗配呢一隻以外咧，我哋仲有轉盤嘅。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個 Analog 嚟講，你可以有個 track loop 啦，或者 auto reverse，就係咁樣。咁 DCC 咧就冇咁多選擇啦，就淨係得 DCC 咁滯，就係 Lightning 呢隻。咁呢隻咧歐洲牌子 Local 2721，係啦咁樣。咁其實我哋 DCC 車咧，大部分歐洲同埋亞洲甚至乎內地嘅控制系統咧，其實都全部用得到晒㗎啦。即係其實你都唔使擔心話買邊隻用到嘅。我已經有嗰個係唔記得咗點樣 scan 點樣探測架車啊？即係點樣嗱兩個方法，你可以等我哋遲啲有片介紹我。另一個方法咧就係、其實Roco 自己官網咧有教 call 翻個 CV 出嚟，架車係邊個 number 嘅。咁其實好簡單嘅，都係幾個分數。隨便睇係啦，可以攞信心望下，係啦。可以攞係嘛？可以，係啦，唔好整爛得啦，係啦，可能收我支 pen 先啦，係啦，查層，係啦，有查證㗎，係啊，其實可以睇個底啊，咁樣嘅庫存嚟㗎嘛，你依然可以自己換翻佢整翻佢嘅。咁當然啦，就其實玩火車模型咧，我哋都係成日都話咧，唔係一個即係小朋友嘅玩意，係啦，你一定要係自己對於模型你有一定嘅認識，你先可以即係玩嘅。即係舉個例，你起碼你都要識得坐一部火車，你嗰一保有呢啲，其實你要做一啲嘢咧，部火車模型先會長壽嘅。係啦，同 N 車一樣 ，XO 同 N 其實個觀念上好似，咁只不過係個精細度啊，或者各方面嘅嘢。係啦，隨便睇。公司有音樂嘅。移翻輕鬆線咁樣，定因嘅時你第二大嗰啲死咯，你砌新幹線咯，你首先第一樣嘢你要揾到錢。咁其實真係冇感覺陳年嗰個版本本身要做。買兩卡唔買車錢，買兩卡唔買車錢。